没有，我来有茶端起来。哎呦，你这，哦，这节给我带就到了。来。哦，今天少的哦，那套我就不得打上整的。那边没有。这也叫这个。没人要。啊？在姐姐啊！在姐姐啊，高大有大。拿过来。妈了啊！那边都变了，结好了。嗯。哥哥，人家不卖。妈妈，我捡到了。我找不到一些鱼。我可以说一句话吗？这里面没有虫子。还有，我也不想穿着袜子。开始。我不想穿袜子。不要吃，要不然我就不让你穿。我不喜欢穿袜子后面。袜子这个腿没拔的，多出来。我现在穿袜子都没法。你怎么没有袜子穿？你把那给当的，我跟你讲嘛。